来继续进段消息，来看民进党的前立委高嘉瑜指控到国民党的立委李彦秀，在做议员的期间无照实来申报美国加州的房地产。李彦秀承认了，而且来道歉，讲因为当时对法令无清楚，所以申报才会来闹交。 美国加州一栋独栋的建筑正大班，社区阁有球场甲游泳池。前立委高嘉瑜甲在野了，一个用其名号做彦秀李的人，就是国民党的立委李彦秀。因那伫加州有房产，而且阁不如实来申报。在他所申报的监察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都完全没有申报这些美国房产的记录，所以这也很明显是一个疏漏或者是隐匿。来看李彦秀买卖记录，会当清楚看到，伫1994年5月，李彦秀买下伫加州的房地产，一直持有到2002年8月，才甲这条房地产卖出去。是讲李彦秀伫1998年到2002年，伫咧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财产的申报。 不动产的项目，敢若报一条南港汇房产。26年前，彦秀刚刚离开学校，踏入政坛，对于财产申报法令了解不清楚，造成疏失，未申报1994年我父亲购买了美国加州尔湾的房产，我深感歉意，也坦然地面对行政的裁罚。李彦秀承认申报确实有漏交。 是讲高嘉瑜阁有话要讲 ，address history 大概有10笔，所以这10笔到底是李彦秀在尔湾买卖或者是居住过的地址等等到底是哪些地方？这个也需要李彦秀本人出来说明。借住在亲戚家、朋友家，四处租屋，在多年间就已经更换了好多个住处地址。高嘉瑜把借住租屋的居住地址抹黑，影射为我就是买卖加州尔湾的房地产记录。两位港澳过去的对手，在咧这摆的大罢免条，为着房产的证据，搁再交锋。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